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珊珊，抱歉，我有个急事需要马上离开，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啊。谢谢你的生日礼物，谢谢。王老师辞职了。雷闪闪，这么多年，这么多问号，你为什么不问他？你问呢？问他。王老师，好久不见。珊珊，好久不见。咱俩有多久没见了？1年、2年，估计你也记不清了吧5年，真够长的。珊珊，要不我们改天再聊，明天好吗？明天，又是一个明天。你的明天就是好几年，这一次的明天又会是多久啊？珊珊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真的。但是有些事情真的不是1句话2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的。骗子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婆，我怎么发现你有点心不在焉、敷衍了事啊？啊？妈，我可能最近工作比较忙，忽略了继续学习和进步。老婆，有些时候吧，这个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啊。